Hello，廣東歌站嘅朋友們，大家好，我係 Joey 戴祖兒。今次呢一首新歌呢，成長是個陷阱，都係我自己作曲嘅，然之後殷敏賢填詞，同埋呢 Randy 嘅中文係周石康做監製。其實呢一首歌呢，係我人生第一首自己寫嘅歌，咁係再早過大學，係中六嘅時候寫。即係考 DSE 嘅時候，咁就點解會考 DSE？點解無啦啦會寫咗人生第一首歌呢？就係因為嗰陣時面臨好大嘅壓力啦，因為考一個當時以為人生最重要嘅一場考試。咁我嘅人生喺嗰2年呢，都係只能夠每一日就係溫書。即係每一日起身就係返學，返完學就補習，之後就溫書，跟住去到夜晚又周而復始，每一日咁樣去度過。咁我好記得有一刻呢，就係自己真係好想放鬆一個心情啦，就行出廳，即係好想好煲下劇又好，即係睇下電視又好。咁但係呢，就媽咪就好嚴謹，好着重我啲成績嘅，就將我叫返入房溫書咁。咁嗰下呢個心情呢，就有少少小爆發，即係會覺得點解人生只能夠不停咁樣去考試溫書，冇其他可以做嘅嘢？咁係咪真係只能夠係行呢一條路呢？咁就抱住呢一個心情呢，就寫咗呢一首歌啦。所以大家呢，如果去聽嗰個旋律呢，你係會覺得有追夢熱血嘅感覺，但係同時都會有一種心心不忿啦，即係嗰一種想拋開一切嘅感覺嘅嗰種帶到俾大家咯。嗰陣時因為始終人生啱啱開始寫歌去挑戰呢樣嘢啦，同埋係自己自學吉他咗唔係好耐，跟住就膽粗粗攞住個吉他掃 chord 去寫，咁所以嗰陣時我諗其實都寫咗3-4首，但係呢，好可惜地，因為之後成日都唔見電話啦，跟住之後又唔知啲 file 抌咗去邊啦。其實我印象中係仲有2首自己好滿意嘅作品，但係佢哋已經消失咗，然之後我腦部都醒唔起。但我記得我當時寫完係好滿意嘅咯，但係好彩，因為呢一首歌呢，淨係得4個 chord，咁所以我係記得晒嘅。咁就呢一首歌可以繼續喺今時今日呢，去俾咁多年後嘅大祖兒聽翻，亦都可以有機會出到俾大家聽。我嗰陣時就係用吉他掃 chord 去寫歌嘅，因為最簡單啊嘛，自己自學地學識晒啲 chord 點樣撳之後呢，我就用最簡單嘅一個 pattern 去寫咗呢一首歌。即係雖然呢首歌佢基本上只有4個 chord 啦，但係嗰陣時我已經覺得係自己最滿意嘅一個作品咯。咁去到今日去聽翻，雖然佢嘅情緒情感所有嘢都好直接好直白，但係就係因為呢一份直接同直白呢，我每一次聽我自己都會再次震撼到自己嘅心咯，因為會諗翻起嗰陣時嘅感覺啦，去諗翻起自己當時嗰種好青春又好直接嘅表達方式啊，即係始終出嚟社會去入行過咗咁多年呢，好掛住嗰陣時咁單一嘅自己，即係會覺得考試溫書就係呢一個世界，但係而家諗一諗，唉，溫書同考試只係人生好細微嘅一個部分。我如果係考試，即係考 DSE 嗰段時期呢，我係都比較嚴謹地唔可以參加其他嘢嘅，因為都要好 focus 去面對呢一場試啦。咁我自己對自己都係對成績有要求嘅，咁所以嗰陣時都會聽同埋去做即係希望做得最好咁樣啦。咁所以諗翻起嗰1年幾真係 focus 晒落去溫書嗰段時間係好大壓力，我相信好多人都經歷過呢段時期。跟住去到完成咗啦，再讀埋大學啦。咁其實但係屋企都係一路希望我係根據我大學嘅科目係繼續做一名律師咁樣啦。咁但係始終日頭返 intern 同夜晚 busking 嘅感覺真係差太遠啦。咁所以一開始同屋企人講話有公司想揾我合作，想我做藝人嘅時候，佢哋係好反對嘅。但我都理解佢哋嘅諗法，始終安排咗希望你有一條比較世俗定義為穩定嘅路，即係舒舒服服地去做一樣專業嘅工作，
咁咪好好咯。點解要去挑戰一門大家即係我哋屋企都唔係好熟悉嘅行業，唔知你會發展成點咁樣？咁我就用咗1年時間去說服佢哋啦，用1年我做 freelance，即係去接 modeling 又好，唱歌又表演又好，即係所有關於呢一行 related 嘅嘢都接，都試下自己做。咁就用咗1年時間去說服佢哋，我係 handle 到自己，同埋我可以養到自己，令到佢哋安心嘅，跟住我就可以做呢一行，跟住就到今日。噠噠2018年嘅時候咧，真係啱啱出嚟呢個社會啦，咁好幸運感恩地咧，其實係有好幾間公司去 approach，咁就想睇下有冇機會合作咁。嗰陣時係好迷茫㗎，因為我係完全唔識得呢一行嘅所有人類啦，即係冇得問意見，唔知份合約點先係一份好嘅合約，咩機會先為之一個好嘅機會咁樣。咁都感恩嘅係，即係 TVB 俾我，即係嗰陣時就係 The Voice 係星夢啦，俾我嘅方向係多元化嘅。因為我個人除咗其實中意唱歌之外，我都好多嘢中意玩啦，即係譬如演戲啊、節目啊等等，好多嘢可以俾我接觸到，俾我去嘗試。咁就最後就入咗 TVB 嗱，好好啊！呢條問題問得，我而家聽翻咧，呢一首歌絕對係嗰陣時嘅自己嚟嘅，即係去聽翻，因為我而家俾佢感動到嘅感覺係比嗰陣時純真熱血熱誠，有嗰種想反抗嘅心嘅嗰一下自己震撼同埋感動到咯。因為始終入行7年啦，好多嘅稜角，好多嘅諗法，好多嘅期望，好多嘅嘢都會隨住時間去磨平咗好多。即係好聽啲講就係成長咗、大個咗、穩重咗、務實咗。咁但係某一方面都變咗係冇咁大膽去發夢啊，冇咁大膽去將自己想講嘅嘢講出嚟，多咗好多個掣肘，每次講一樣嘢都要自我審查好耐，咁樣講得唔得呢？咁樣做可唔可以呢？會唔會俾人話呢？會唔會出到嚟有啲咩影響呢？等等等等嘅嘢。所以而家聽翻呢一首歌嘅時候，我係會好掛住嗰陣時，乜嘢都唔驚，乜嘢都想去衝，乜嘢都想去試嘅嗰個自己咯。作為歌手，其實都真係好想出多啲自己寫嘅歌嘅。咁一開始嘅時候未咁成熟啦，所有嘢都咁，所以就變咗會聽公司嘅安排，咁就去唱啲大家覺得適合自己嘅歌先嘅。咁去到幾年前開始，我就開始想表達自己嘅意見，話啊，其實我可唔可以出自己寫嘅歌呢？其實我都有一堆 list 係我自己寫㗎，不如你哋聽下，會唔會有邊首係適合啊？咁樣。咁所以人呢，真係要踏出第一步。其實我之前踏過嘅，不過被 reject 啦。佢都踏出第2、3、4步咁樣，去到有一日終於大家覺得哦，有人欣賞我寫嘅歌咯喎，覺得可以試下，可以出，跟住就變咗有猶他啊，有女神要有路啊，有呢一首就開始慢慢有自己嘅作品。咁所以我都好希望 keep 住可以繼續寫自己嘅作品俾大家聽咯。因為呢，即係以前啲歌我唔係唔中意，但係當真係唱自己寫嘅歌嘅時候呢，你係會有種愛呢首歌嘅感覺㗎。嗰種差別呢係以前未經歷過唔知啦，但係當真係唱返自己寫嘅歌嘅時候呢，無論係 take 幾多個 take， 唱幾多次，或者係要點樣去改都好，都會好愛呢件事同埋好愛呢首歌咯。我理解公司嘅考量嘅，因為始終每一年都有好多新人加入公司啦，因為有唔同嘅選秀節目，咁就變咗佢哋要投資嘅嘢會分散咗好多，多咗好多嘅人，咁所以好多時候唔係我自己可以決定到幾時出嘅一首歌呢件事咯，但係會用力爭取咯，即係好似呢一首歌咁，其實錄音係2年前錄嘅，但係去到今日終於有得出啦咁樣。咁你話係咪可以早啲呢？多啲呢？其實我覺得係都係自己咯，即係自己去積極啲去爭取呢件事咯。
Hello，大家好，我係大祖兒。咁我今次呢首新歌就叫做《成長是個陷阱》。呢一首呢係我人生第一首自己寫嘅歌嘅，係中六嘅時候。如果你經歷迷失、迷惘，或者覺得好氣餒，或者你有一股憤怒，好想做一件事，但係有好多掣肘嘅話呢，你就聽呢首歌俾力量你，然之後想做嘅嘢就去做，千祈唔好放棄，然之後勇往直前。